后来乡亲啊，继续要来讲高铁。最近这2冬来，高铁拢互经体代替化，也则是捷运化，也就是乘客感觉服务的品质降低了。尤其是连假的尖峰时段，常常会发生自由座之乱。所以高铁的董事长苏铁就任2个月，提出着改革的方案，讲连续假期的超尖峰时段，要来控管着自由座的票数，也就是讲未来的自由座可能唔是想要买就买得到，啊，讲上紧明年开始来实施。想要坐自由座的旅客，真伫咧柜台未点未当。这2年若到年假，高铁坐旅客便若到坐车，心情就对咧压榨。买了一张自由座的车票，不需要选择车次，不管站着或坐着，有位置就能搭。不过明年开始，这个制度可能会有重大的改革。未来高铁自由座可能会控管票数。董事长苏特讲，人这个时段指定车次自由座，会控管自由座的票数，希望客票未去占到对号座的航路。不如可免怎怎样，人敢有多，就要进一步讨论。我觉得对大家来讲，在安全上和品质上会有很好的掌控。OK 啊，因为我曾经搭上自由座，然后都没位置，很挤。民众讲真支持，不过专家讲算人数爱精准才有效果。目前自由座的票价以大报告做样为例，敢若是专票对号座大约97折。未来若是控管自由座的票数，敢会互人倒单，嘛会想到这一点。因为它是限量发售自由座，所以它就可以控管每个班次自由座的数量。同时，因为它有1个小时的缓冲进站的时间，那我们就要精算哈，如果这1个小时进来的可以搭乘这个自由座的人数会不会过多，还是会影响到服务品质。另外，高铁迈学日本新干线推动冷静车厢，也就是乘客要接电话，爱去车厢内的门外去接。8月2日公告措施，9月2日正式推出。高铁直直的改革，服务品质敢有变了倒，都要乘客坐过才会知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